报道。即马总统已经指示行政院爱提出性平三法修法，民进党的立委伫昨昏有开公听会，检视现处时性骚扰的申诉机制有啥物款的不足。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了后，嘛已经达成共识，按算伫7月份的时会召开第2届的临时会，要来处理性平三法，按算7月底之前会完成修法。Me Too 运动广告全台受害者拢徛出来发声。前高雄市长陈局办公室主任洪志坤第一摆互女性指控性骚扰，11暗时个发文回息咧，表示会带忏悔反省之心，一直到生命结束。诚恳面对自己的错误，诚恳的向当事人道歉。那我也请大家所有被指控的加害人那不要再说没有意图。行政院要提出性平三法修法草案，民进党立委范云12先开公听会，找主管机关甲专家检视即马性骚扰申诉机制的漏洞。罚再重，想做的还会做。重点不在罚，我调查那么多个案，每一个被害者跟我讲说，他不是要被害者行为人被罚，他要的是行为人不要再犯。骚扰的特殊类型性骚扰，都要一并的在中央层级的反歧视做一些琢磨，而且最重要的还要对国会负责。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12日下晡达成决议，7月要开第2摆临时会，性平三法等相关修法纳入审查。临时会不开，下会期又退烧了，过期不续审，又摆在仓库里面了。不会说这下礼拜不处理，这题目会退烧了，还无退休的问题啦，这法不会不处理。协商结论要求行政院、各党团甲立委伫7月14之前提出性骚扰防治相关修正案。临时会期间也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到立法院专案报告个备询，7月底完成立法定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